大家好，我係邱瑞芬。今日咧，我要喺度咧向一位師兄做訪問。我呢位師兄咧就係陳坤煌老師。陳老師咧係書畫藝術家。咁我想同佢傾下偈，了解下佢從事呢個藝術嘅生活。陳老師你好。你好，嗱，你而家咧，我知道你已經係92歲咯。咁你咁長嘅生涯嘅生活裏邊，你到底由幾時開始咧去畫畫嘅咧？咁啊，應該嚟講就係小學咧就已經有興趣，咁啊到1950年咧就入咗漢畫，就跟緊美術老師尹佩玲先生咧就學習，咁啊直至到中學畢業之後就開始就入香港美專同埋嶺外藝專。咁嗰個時期嚟講咧，就係1958年至1962年。另外咧，就從1960年至1978年嘅時間咧，我另外跟5個老師學習過。第一個咧就係鄭家鎮老師，就係學習水墨同埋山水。第二個咧就係張少石老師，就學寫牡丹花卉。第三個咧就係呂壽坤老師，就教現代水墨畫。第四個咧就係嶺南4大家之一楊善深老師。第5個咧就係廣東三傑丁顯榮教授。咁先後嚟講咧，我就跟咗18年。咁同時嚟講，我從60年開始咧，就不斷開始寫生。我都見過咧老師嘅好多寫生，從上世紀50年代嘅香港嘅都市嘅寫生，一路到而家都有。所以確實係咁多年裏邊，能夠堅持70幾年嚟到去做一件工作去寫生，確實係非常之難得。老師啊，計起上嚟70幾年裏邊，你用咗好多時間去從事呢個書畫藝術創作，咁到底對你嘅工作有冇影響呢？應該冇嘅，因為我一直嚟講都係從事藝術工作咁嘅時候，我從1967年至1990年退休，咁嘅時候都喺無線嚟講咧，就係任呢個藝術總監。所以咧，又係藝術對藝術，可以將你喺書畫方面嘅藝術嘅造詣，就去應用到喺你嘅工作上邊。咁所以嚟講係不斷提高嘅，可以講得係，即係話大家係相輔相成，唔會咧影響到，能夠將個人嘅興趣同我哋嘅自己嘅工作去結合起上嚟咧，確實係非常之難得嘅事情。老師啊，剛才咧我欣賞你嘅書法大作，睇到咧有2種字體比較特別嘅，個形狀比較奇怪，同我哋平時睇到嘅篆書、隸書、楷書都唔同。咁請問嗰2種係咩文字咧？呢2種文字咧，一種咧就係甲骨文。甲骨文咧就係即係我哋中國裏邊最古老嘅文字。咁最古老嘅文字嚟講咧，已經係有大約5000年咁呢種文字咧就刻喺呢個骨骼同埋龜板上邊嘅。咁距離嚟講咧，發現到有120年嘅時間。咁另外一種文字咧就楚簡。楚簡咧就係春秋戰國時期嘅文字。咁約莫嚟講咧，係距離現在咧就已經有3000年。咁發現到亦開始應用咧，就大概嚟講就60年度。咁
所以嚟講嗰個時間咧太短，所以嚟講學習嘅人嚟講係比較少。明白。原來老師咧對古文字咁有研究，甲骨文咧我哋就聽得比較多，楚簡咧就聽得比較少。咁點解你對楚簡又咁有興趣，同埋你幾時開始去學習佢嘅咧？咁因為我退休後咧就有一次旅行，就去到上海，喺淮海路嗰度咧就有一笪咧，全部係舊書攤嚟嘅。我喺舊書攤裏邊嚟講就發現到呢種字體，就覺得好靚，但係我唔知係乜嘢字嚟嘅。咁啊收尾攞翻嚟慢慢研究咧，原來係楚簡嚟嘅，係春秋戰國時期嘅文字。所以嚟講咧，就越寫就越上癮啊！結果嚟講就一寫咗30年。一次偶然嘅筆墨相逢，就結下咗30載嘅古文字情緣。老師對文化藝術嘅熱愛，對文化藝術嘅執着，實在令人敬佩。請大家留意我哋嘅網站，就可以欣賞到陳坤旺老師嘅精彩大作。多謝各位。